各位聽眾，今日我哋要講嘅係《水滸傳》裏面一個好悲壯嘅故事，就係林沖風雪山神廟。話說宋朝有個好漢叫林沖，佢係80萬禁軍教頭，專門喺東京，即係而家嘅開封城裏面教士兵們點樣耍槍舞棒。林沖武藝高強，為人正直，東京城裏面嘅人都好敬重佢㗎。可惜好景不常，林沖俾朝中嘅太尉高俅陷害，夾硬俾人安咗個罪名，仲喺塊面度刺咗字，發配到遙遠嘅滄州。佢帶住重重嘅枷鎖，仲有2個看守嘅工人壓住佢，幾個人就咁踏上咗漫長嘅路途。呢日佢哋經過一個地方，聽聞呢度有個叫柴進嘅人，綽號小旋風，最鍾意結識江湖好漢，凡係發配路過嘅，佢都會俾錢俾糧資助。林沖一聽就想去見下呢位柴大官人。3個人嚟到柴進嘅莊上，點知柴進唔喺度，佢哋唯有掉轉頭走。冇行幾耐，迎面就撞見一隊人馬。哇！帶頭嗰個一表人才，仲騎住一匹威風凜凜嘅雪白捲毛馬，正正就係大官人柴進。林沖報咗名號之後，柴進高興到不得了，即刻請佢哋入莊，攞晒好酒好菜出嚟招呼。林沖同柴進一路飲酒，一路傾緊江湖事，傾到興起，突然有個人來勢洶洶，大搖大擺咁闖咗入嚟。呢個人姓洪，都係一個有名嘅教頭。佢聽聞嚟咗個林教頭，心裏面唔忿氣，死都要同林沖較量下。柴進正想睇下林沖嘅身手，就冇理到林沖嘅謙讓，叫人幫佢除咗枷鎖，仲拎咗錠銀出嚟做彩頭。嗰陣時已經入黑，月光底下，只見林沖同洪教頭一人拎住條棍，你來我往，動作快過流星，靈活過蛟龍，睇到啲人眼都花埋。林沖睇準時機，見洪教頭腳步亂咗，攞住棍棒轉身一跳，再一棍劈落去，洪教頭俾佢打到措手不及，成個人趴咗落地，成個食屎狗咁，好耐都起唔返身。柴進睇到眼都突埋，不停咁大讚林沖係英雄好漢，仲叫人攞出好酒嚟慶祝。林沖喺度住咗幾日，柴進先至肯放佢走。臨別嗰陣，柴進攞咗啲銀兩送俾佢，仲塞咗2封信俾林沖，等佢去到滄州可以打點關係，之後先至依依不捨咁送佢出莊。林沖到咗滄州，俾人分咗去盧城營。呢度嘅管營同差撥收咗銀兩同柴進嘅信，即刻笑到4萬咁口，對林沖簡直係照顧有加。管營安排林沖看守天王堂，仲幫佢除咗枷鎖。由嗰日開始，林沖每日就係做下啲燒香掃地嘅清閒嘢，眨下眼就過咗40-50日。呢日林沖正喺出面行下行下，突然聽到後面有人嗌佢。呢個人叫李小二，以前喺東京受過林沖嘅救濟，依家喺滄州同老婆開咗間酒店，生活過得幾好。
估唔到仲可以撞返當年嘅大恩人。李小二開心到不得了，拉住林沖去自己間鋪頭，攞出好酒好菜招呼佢。從嗰日開始，李小二兩公婆同林沖就好似親人咁好。時間過得好快，轉眼又到冬天。呢日酒店裏面嚟咗個軍官，跟住一個酒卒，冇幾耐仲叫埋盧成營嘅管營、差撥四個人圍埋一齊咬耳仔，睇落鬼鬼祟祟咁。李小二覺得唔對路，就叫老婆匿喺門外面偷聽。點知一聽，老婆嚇到個心都離一離。原來呢班人奉咗高太尉嘅命令，打算喐手謀害林沖。嗰幾個人走咗之後，李小二兩公婆嗱嗱聲將件事話俾林沖聽。林沖諗起小二老婆講嘅面皮白淨、五短身材個衰樣，咪就係以前喺東京陷害自己嘅高俅嘅手下陸虞候咯。林沖細估唔到自己已經嚟到咁偏僻嘅地方，高太尉竟然仲趕盡殺絕。諗到呢度，林沖火都嚟埋，喺街度買咗把鋒利嘅尖刀，然後逐家逐戶揾陸虞候，連個窿窿罅罅都唔放過。林沖一連揾咗5日，連個影都冇，只好收手。到咗第6日，管營突然叫林沖過去，吩咐佢去草料場幫手睇場。呢鋪玩咩花臣呢？林沖心裏面覺得唔對路，但都執好行李，帶住把尖刀，拎埋條花槍，跟住差撥去咗草料場。呢個草料場靜英英，四處堆滿晒馬草，中間有座草屋。睇場嘅老君見林沖嚟接班，就將呢度嘅情況同佢交代咗一輪，然後同差撥一齊走咗。雪越落越大，冇幾耐，成個草料場就剩低林沖一個人。出面大雪紛飛，一直落，冇停過。屋頂啲茅草俾風吹到呼呼聲，雪不斷由屋頂嘅窿捐入嚟。林沖將火盆燒到旺晒，但心裏面不免有啲翳焗。呢個冬天都唔知點捱。林沖覺得周身越嚟越凍，想去買啲酒嚟暖下身。於是佢擔起條花槍，掛住個酒葫蘆，鎖好門，一夜衝入風雪裏面，向東邊行去。雪越落越大，林沖揾到間酒家，幾杯熱酒落肚，成個人暖返晒。食飽飲足之後，佢裝滿一葫蘆酒，打包咗2嚿牛肉，喺北風中匆匆趕返去。點知返到草料場，眼前嘅景象嚇到佢呆咗，草屋竟然俾雪砸冧咗。佢望向火盆，裏面啲火早就熄晒。佢又伸手摸咗下床，扯咗條被出嚟。林沖諗起頭先路上有座古廟，就頂住風雪行過去。去到古廟，裏面黑麻麻，一個人都冇。林沖冇理咁多，是但坐落地下，慢慢啜住葫蘆啲酒，食住凍牛肉。喺呢個風雪交加嘅夜晚，總算叫做有返啖安樂。突然出面傳嚟噼里啪啦嘅響聲，林沖行到門口，喺門罅睇出去，哇！
個草料場竟然燒着咗，火光沖天啊！林沖嗱嗱聲拎起支花槍想衝出去救火，點知聽到門口有人講嘢，佢即刻停低腳步，黐埋道門，忍住呼吸，豎起耳仔仔細聽。把聲最大、講嘢最沙塵嗰個，咪就係陸虞侯。佢隔籬仲企住高太尉嘅手下富安同盧成營嘅差撥。原來呢場火就係佢哋放嘅，就係想等林沖插翼難飛，葬身火海。林沖心口嗰團火仲勁過草料場嘅大火，佢右手揸實支花槍，左手猛咁推開廟門。三個人都未識反應，林沖已經一槍將差撥插低，再一槍插低富安，最後擰轉身揪住陸虞侯，攞出身上面嘅尖刀送佢歸西。林沖終於出咗呢啖惡氣，佢衝入山神廟，拎起個酒葫蘆，乾晒啲酒，然後拎起花槍，大步踏出廟門。滿天風雪罩住林沖個身影，佢腳步浮浮，深一腳淺一腳咁踩住雪行。呢片天地咁大，邊度先係佢嘅落腳地？走投無路之際，林沖又撞返柴進，多得佢幫手，林沖決定去投奔好漢雲集嘅梁山泊。頂住凍入骨嘅風雪，林沖趕咗10幾日路，終於嚟到離梁山泊唔遠嘅一間酒家。佢飲住酒，細數連日嚟嘅遭遇，諗到自己有家歸不得，心口翳住翳住，就叫人攞嚟一支筆，喺牆上面寫下8句五言詩。林沖啱啱放低筆，就見到一個大漢衝過嚟。呢個人係邊個啊？原來佢就係梁山泊嘅好漢之一，叫朱貴。朱貴睇完牆上面嘅詩句，再聽埋林沖嘅遭遇，同情到不得了，提出第2日就送林沖上梁山。林沖一聽，心口嗰陣翳焗即刻冇晒。兩個好漢一路飲一路傾偈，傾足成晚。第2日天都未光，朱貴就帶住林沖嚟到一座水亭。只見朱貴拎出一張弓，裝上支響箭，向湖對面射過去。冇幾耐，就有個船家撐住一隻快船過嚟。林沖跟住朱貴上咗船。隻船仔好似支箭咁，劈開平靜嘅湖面，飛咁快駛向梁山。